都太悬哦，过到清末民初的时节，具有小特的，佮一生按精彩哦。写一本书用广播剧演出来啊，每张短1张的时间里头，佮时间也就见少，哦，我就多一个低潮，我就心想，更加眼神呢，我当伊都卡做安尼用咯，啊。这个时候呢，都安抚就是包了包实就做安尼讲起来哦，眼神是有拍的啊，迄摆我录的是的，哎呦，刚我个书，我个人生传记迄面就记个就写完，我做安尼有点顿悟的，过有一个原因就是，嗰时节重建院，新庄的有一个台湾盲人重建院啊，佢带培训。台湾第一条导盲犬，上电视广播节目，我还没谈到咧。我嗰时间我当你讲吼，因为按台湾又有老看唔到人做重建呢，可以学技术咧，学作利用的地方。我就想讲，我听下出去，让人免个种出去2年的，我生活较精彩，我免较有多，我个人生要较有值得怀念的地方。哇，唐丽子同咱讲，迄对大家是要有感受吼，哇，咧曾经边打边落动家吼，不过咧哈，上周咧看到丽子同做咧错落咧哈，让大家来分享啊，本安东英来听书吼，哦，还有嘛个故事做咧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再做来。为什么说什么听到？不要找进来！辅导室如果有用的话，我们胡凯文就不会这样子。怎么，现在就要轮到我们的胡凯婷了吗？你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决定一次我要读哪里？这是我自己的人生呢。那这是不是你干的？事情，总会无这个卡落大家去，爱情是修啦，怎么对？天南地北中外是眼光，漂流天涯，心闭上，做你感情秋秋。 肚肚阿妹阿婆，嘿啊，阿婆还有唱还是变的呢？不过变的很富诶。请问一下，你系乜界啊？我也冇看到诶。啊？第二屆係紅色咧。啊？第二屆係紅色。哦，紅色。誰估長英係記耶？啊，是同學係一張黑毛。上到啦，黑耶錯。係我阿哥。係我老太。阿哥。
上堂节目你谈到历史中分享几个故事吼，整件係半年嘅時間喺幕下吼，唔過咧，因為先生去看你，哦，也係講你談到嘅廣播，又講到夢強嘅故事，講一生人嘅傳記嘅故事，你就知道講，你嘅人生中嘅就按樣你，你也希望講，哇，係講做得寫一本書，嘅書嘅有清豐富嘅你嘅人生嘅記錄吼，唔過也真嘅冇簡單，你就知道講啊，因為你就發現講有一隻地方，你做得去分享啊，幾片做得本視障朋友按樣嘅聽書就去嘅，唔過你看下張有新世紀樂團啊，從冇有按樣嘅協情會，做得聽書很卡多嘅人吼，真嘅係真有意義。唔過吼，唔單止係按樣人哦，其實吼歷史中真件真厲害吼，過後去做有乜嘅事情，佢係成去做特教。預版特教牛熊，你看你認識歷史中按叫牛熊都佢按用嘅，你以前也冇聽過佢按用嘅故事吼。係啊。唔聽講你兩個人收視清同人未？唔講你冇聽過佢朋友按用嘅故事。因為佢無限期冇限㗎。真勁哦冇聽到按詳細啦。冇聽到按詳細。講基本你聽到係咪啊？知道情感通。係啊。好情感通。唔過。在第一門嘅歷史中特教嘅經驗吼，先問一下吼，嗰種預版講，因為同歷史中嘅相處吼，按到嘢咧，唔過係朋友，唔過也唔係講哇，啲按到嘅細細嘅故事，跟你啲冇自己表演有乜嘅親，你啲預版去表演有親特別嘅經驗冇？哦，預版嘅經驗當豐富，我佢自己講真啲。預版有乜較特別嘅經驗，所以同歷史中講一下冇？而家講按到按感動人嘅故事。係啊，因為每當感謝我去表演，有當到嘅人，做得停下來聽，雖然我看唔到，但是大概充滿技術，睇下我答數。答數講唔做答數，唔做啲前面有幾多人都看，也係冇人看，唔做啲。啊，有一擺我去表演，就有一隻，係後來順開人攞嚟講嘅，一隻高中生寫下來，佢就去編一隻，其實編一隻紙條嘅東西，啊，人哋咩冇看到迄物嘅東西，從玩家下，人哋都嘅。整理啊，就看到嘅紙條誒，伊上當個就寫講，人喺高上當後堂，人喺表演，我知道係100分。哇，100分！嗰時候我係做街藝表演，做街頭藝人嘅種誒，應該談到歡喜會不用錢嘅嗰種。伊就說當個寫講，人喺表演唔係只有100、200嘅，也係幾多錢嘅價出，人喺也就係。意思講係無價的，你都知道哇，要在聲音不簡單，而且很貼心，係嘛？你就知道有情感投入嘛？你看有冇強烈嘅回饋吼？因為喺大家面前咧表演嘅時節，就有那種你會受到觀眾朋友直接嘅回饋，哦，嗰種嘅感動係冇強用嘅，對不對？真嘅，理事長也一樣啊，因為你做嘅事情也係強用嘅，笑得很靦腆哦，理事長笑得很靦腆，不過也係真嘅。其實因為這就是冇強嘅路，哈，做冇強嘅事情，其實也係對社會有冇強嘅貢獻。像是這種你一開始過後你跨越那一大步過後，你就更特別的地方是，因為你知道，因為你自家嘅需求係乜嘢，意思講你要做啲 TV 老了嘅其他嘅視障嘅朋友嘅需求係乜嘢，嗰種你就後來你就去從事特教係冇，哇，特殊教育提高，係，因為一開始要先特殊教育哈，其實佢從前面係一段同辛苦嘅路啦，因為我都靠扮演摩托書嘛，佢就一線一學按摩，佢學按摩啲資訊哦，因為唔係高中哦，學完嘅研究下，我就想講，我應該係可以到高中，佢有人鼓勵我啦，因為我嘅教務主任就講，用個頭腦筋一定好，我教日文，伊教唔住我啊，教點蒙人嘅點詩，伊教唔住我。老朋友冇乜嘅強樣咧，唔還可以繼續讀書。特別靜就從係啊，特別聰明。還有佢安尼講，佢可能咩講好話啦，但是後生人聽到輕鬆快，就想講要上進，繼續去讀書。嗰陣就開始考高中，考高中講咩讀到困難啊，乜嘅困難？我23歲，高中23歲都唔通你啊，冇人啲啊，嗰時候我當啲，啊，也是。經過一番的申請、陳情哈，想辦法
个个教育局长，特别是教育局长讲统一讲本来一套，本来一套，拖给3年，等伊个一开始伊老实讲吼，半年无读书吼，脑筋总啊上句，记嘛东西就记唔起。上古有上路，嘿，真是。我一天我就想讲，我既然我选一条路，我冇去做按摩，我做去认真编出来，人家学同学都去了解，我做到去读书。这3年吼，我根本冇变了过。寒暑假我们都留到特别读书。你骗人加批跟大标就做，就像他讲因精神，一天要他讲因做迄个，吃得苦咩？一天要编，真编因工人呐，系啊。当然，尤其喺高中第3年要考大学几年咧，前迄个半年我冇上过面床，所以讲冇。当伊做喺到读书节咧，上中等咧排队咧，巧我就问下伊说，下2点钟啊，有空咧继续我读。一张有做安尼变来变去做安尼，所以看书所以冇看书所以冇安尼。做安尼过了半年，才本来考到。老实讲吼，你是读太好了，你是6岁啊。真是懂，一挑战呐。真劲，吼，不过还去挑战过的啊。吼，一下真劲就成功的，错冇？行动都是要努力的。当然，因为吼，人生嘅路清楚，还有青岛嘅事情，大家一定会去做。不过我意思讲，你伫半年安样嘅时间，过还要去读高中、考大学、考试，你还去安样嘅按难嘅一条路，你还去通过的。我说你还他特别嘅目标嘅，你还对特教还特别有研究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好像大家按样，你还成立了一个幽默天使。特教网，嗰時節吼，嗰組應該講太好3年生假下啦吼，應該嗰時看唔到視障朋友嘅使用嘅電腦嗰時節，剛開始有 Windows 嘅時代有視窗界面咧，我就當投入了，你講喲原來有人發明安尼東西出來以後，我就當然都個摸索，就開始對網絡、對電腦都有興趣。那時候就學到講自家製作網站，我就去熟悉當到的資料，我想講用太大3、大4嘅時間，製作一個網站出來，他擺好我收集到的資料可以分享俾朋友。不過個幽默天使特教網主要嘅。網站主要嘅目的就是希望講做啲不用青島嘅資料資訊給大，最主要係聽數視障嘅朋友。視障嘅朋友，個人想講，同係希望志同道合，為了服務視障學生嘅朋友嘅人，佢們又可以有資訊，佢有問題，咪可以到當行寫新嘅本案嚟啊，還是可以交朋友可以研究。跟你真係要搞到青島嘅朋友。哦，青島。青島嗬。其實人際的財富是最重要的。人際的財富係最重要嘅吼，因為我想講吼，我當年按講你按到嘅事情，其實也唔係你一個人嘅力量就咋拉嘅，有青島人嘅力量，18強下才做得，才有可能會成功。我感恩的人青島，冇辦法一講完啦。唔講從一隻看唔到，開始看到，一邊看唔到，到一下按到年啦。都順向聽數眼人青島啦，冇按一條人啊，那有可能要按根本人嘅成。我說一個人吼，其實我嘅感受係咁樣，一個人你可以成功哦，當然你自家嘅大病嘅天才愛嘅，和你自家嘅意志力，你自家嘅想法，你係咪要嘅請敬愛嘅精神，天才去做。不過按樣嘅一條路行下來，我知道貴人真重要。好，就像你看你半年啲無下，你睇一隻貴人，當然唔係講。而係唯一嘅貴人啊！依種線上就係人嘅貴人，有冇？你談嘅公佈，你自家係你自家嘅貴人，你點解嘅意思冇？啊，你按用一條路，按用行下來，吼，用身邊青島聽書嘅人都係上夫嘅貴人，就會預防也係人嘅貴人，你也係預防嘅貴人，這樣講，對不對？故說你看李思忠在做地講話，唔講李思忠其實有半年嘅時間，吼，做地講在人生青低潮嘅時間，唔過佢還係翻轉過來了。你知道講哇，你差唔多40歲左右嘛？唔講你看40歲左右，唔講你做地做嘅事情，其實哇，真的不可以小看按用一些嘅力量誒，按用些嘅力量去發揮，開來去做地聽書嘅人真嘅係青島。
因为大鹏讲预防来搞那个乐团啊，用我们的力量，用音乐的感染力，去让更多人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。不过无强嘅，因为你自己读的是特教嘛，对不对？你有特别去读按用嘅特殊教育嘅课呢，你自己的感受应该又更加的深。看专业啦，个人嘅嘅时候就想讲，头摆其实我张牧就讲唔白噶，迄有先生，有专门的先生来教我，我就唔过唔是多卡聊太按多时间。哦，我自家做视障的先生的时间，我就可以及时、立即的去协助到他们安尼啦。对，因为公司采访吼，真给某强嘅专业还有某强嘅分别，用迄种真的很是真嘅迄某强用，大家要知道，其实先生迄种辛苦嘅投入，不过真嘅你迄讲。读到要特殊教育的声音的哦，你真嘅就会专门有好些特殊教育嘅先生来教，用这样做的，好，唔係講一般嘅先生你就做得完全去從事某項嘅教，好，這個就是我們說有時候因材施教也是其中嘅一種嘅原因嘛。除了因材施教之外，其實某項嘅需求嘅需要嘅聲音嘅其需要嘅照顧也某項樣。不過也清楚，伊就會做得談到歷史中，其實佢做得天數很加多嘅視障嘅朋友，吼，其實唔單止係安樣人吼，歷史中嘅協會吼，佢除了從係有音樂安排樂團之外，佢協會還有辦青島嘅活動，做啲本大家來參加，還有嘛個升旗幼兒式嘅活動，呢等下是第六。全新的奧林匹克，還有全新的戰功，還有全新的比賽。奧林匹克的世界，奧林匹克的世界，歡迎有法力勁、好高勁，一定要準時收看嘅奧林匹克。奧林匹克的世界。長夜班、色血眼、噴發燈，還有乜嘅好搞嘅呢？當然還會同神奇嘅阿中古強下來睇鬧熱咯。按準批動到台獎，還有紅包送本五。各位鄉親，精彩嘅節目聽錯愛記得收看。3月初1、8日暗晡8點，洋洋得意台亮嘅，等來可以拿台獎哦。风流多什么啦？悠悠的悠，一条哈也公公。这回转去吼，转到福卡吼，客话讲唔出。虽然讲一个母语是客家话，识真人都有冇机会要讲客话，就系讲唔出。后来是讲自家爱自己自悟，然后当然我没有讲客话，自己心中一点想讲客话，渐将客家话人我讲得出来。用心热心，讲客家人。
好，东方一绕墙头玉凡哦，还因为理解历史中吼，没有历然时钟下飞下进会解历史中吼，来到节目了，大家来打嘴鼓啊，上堂节目讲到哇，历史中其实讲做咧做安样特殊嘅教育吼，去做咧提出很好多嘅人新别安样嘅协会，还有英国嘅乐团，唔单止安样人哦，其实协会吼有青岛嘅发通哦，吼，它就像是一个。我觉得也是像家人啊，摸下给你，其中用下给感受，是一个太家庭嘅感觉，每一次都会按有你。嗰时候其实哇有很多的活动，对不对？比如讲很多的学电脑，有冇？有哈，唔讲就清好去嘅，玉凡有学电脑冇？有啊。你去感有知道清神奇冇？来，张奎是好加东南好，好唔起来，因为以前一般人是用点的，嘿。人家第一天咯，还冇穷样，就知道，安尼咩可以好哦，系还咩，知道亲奶上上，系嘛？你每次都讲天咯，天咯就系爱看啊，好，你系讲你看书有点诗，你做得名，什么？你大师嘅时间，你知道做得有嘅，就像点字一样，做得感书，网页、子心都带用嚟做咯。那你清好去？是啊，张奎是真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。俺太好有好一些嘞，不过他怎样嘞？喊他们理事长。理事长听说是用嗓音，系嘛？弹嘅。应该讲唐上到天路啦。其实一方面是用，天路有关语音软体，唐一都给念嘛个，比如讲。电脑桌面上有下讲我的文件，我的电脑的语音基本念出来很长，长一抖。过一方面还有一张有关那盲人的点字触摸显示器，会照上去。唔通多的东西，当佢会谱出来，你可以用名的。哇！故说因为历史中底有讲到嘛，你有讲到嘅嘛，该像个网页设计那样嘅东西，我就知道清好，感觉就讲哇，网页设计耶，从冇吼，用那个设计耶，哇！我故作就是有一套用嘅内统，对，你做用名嘅、用糖嘅，以为同你讲哦，也系用嘅情形。对，当然讲，哋冇办法用法术安尼来来安尼做，来啦。你我哋用传统嘅 HTML 安尼编写程式写落去，用打落去，转过一家自然就变网页，懂神奇啦。然后你开始有提到安尼东西，真件真神奇嘅吼。不过因为协会底都有按用嘅天咯嘅考场，佢说真件嘅，因为本青岛嘅视障嘅朋友会知道，哇，真有意思哦！我想到自家要做按用嘅事情。帮助到当多人。吼，因为唔单止按用人哦，因为大家都知啊，做得上嘅上课喺天咯嘅考场，喺一天有嘅，还有音乐嘅考场也有，系冇？对不对？像玉凡没有来上过客家歌曲嘅，哦，要教嘅客家歌曲啊，老师来教。哇，先生来教，唔係唔教係冇？我爸都興唔教睇㗎，而係好。一開始佢要先學嘅，怎會做先教啊？係啊。哇，嗰種係要衝過誒。因為客家地方，人哋樂團嘅特色要做出來，都客家莊嘅咩？一定要唱客家話。嗰種語文也會唱客家歌，佢千會唱。千會唱，你知道嘅冇？一定嘅，我冇天生一定。你說一開始講一定嘅，我嗌冇。如果鹽路嘅考場也好啊，天路嘅考場係要做得青春係要乜嘅？栽培要去行了嘅，去係唔係要按樣嘅發通？在飛人醫療其實一天要有，得執飛會有，但是我哋係用譬如講我想辦法拉佢到，像我哋帶視障朋友去做陶藝。做陶藝，冇同樣，一兩年我就辦啲活動真豐富，又係要搞幾多樣泡茶，茶道，或編織，手工藝編織編那個提籃、皮鞭，咩係有個羊毛毡的製作，青島我記得見像青島嘅東西變得看，因為人不適合做按摩。因為有的人不適合
跑音乐，那他们做什么？手工艺，我们就一直在想别的路给他们这样。手工艺啊，做点哈，因为在整理，你就会开拓新导演、新目标嘅东西，大家唔会吃，你就只看啊，看你嘅特色喺哪边，你嘅传统喺哪边，你嘅兴趣喺啲哪一边，啊，用你做得发展出自家想要做嘅事情，让成班也开娱乐起。对，一方面各位同到弄。视障朋友青岛一半以上，但是就老人家，跟老人家佢某天要有一技之长就业，佢就有兴趣就做得，譬如大把時嘅培養興趣，佢就培養興趣，第一步下要做得做愛用嘅事情，看唔係目標啊，哈，而且韓家佢做出嚟嘅東西，有時候請獎嘅時間，也係一種很棒的一種作品，做乜請斬掉嘅作品啊，好，其實也係遐比青島嘅辦通，唔講外地吼，其實遐比地都嘅團員唔係一直可辦。玉凡聽聽吼，當然唔係以上聽聽，係青島嘅人，佢無強嘅團員也有青島無強嘅故事。我只有談嘅歷史當清楚有講過，一個遠航嘅紅顏。錯啊！吼，本玉凡講一本嚟講。都做地看咩啥嘛啥，他會講故，好冇？都做地。我先講一些看本補充啊，哈。好。啲詞風一開始講下吼，佢係特別同強演師咧，佢特別係正常嘅。一路讀到新竹中學講神中啊，條路四大嘅，條路一定好嘅，但是佢吼佢畢業之後佢係讀到研究所，過語文嗰留學，之後佢到香港嘅匯豐銀行工作，哇，當真吼，唔過副研究有年副研究不偏就目做完全看唔到。副研究，眼光就看唔到。對啊，因為一齊講吼，談到家係咪當艱苦？但是佢就轉來台灣咧，台灣嗰拄好 MV 嘅有沙公益訪問啊，家庭訪問，就訪問到一陣朋友講，就想辦法佢來出來，佢其實唔怕啦，你現在出來學天咯，天咯其實天咯都愛教嘅，教佢就聽到啱好，一學就歪啊，真係當真。好叫嗰個樂團要培養新嘅人嘅，叫冇唔中意嚟學第個音樂嘅東西，唔係可以嚟唱歌嘅啊，要上按時活，嚇。佢跳到好最蠻好處啦，佢記歌詞啊，200-300首佢記得清清楚楚。咁佢嘅跳到就係人為一台天咯。係啊，錯啊，當腔，做安尼，佢就行到冇咁樣路了，佢。音樂佢要變做佢副業，佢可以聽佢哋腔下去表演。哇！好，各位佢學會天咯咧，佢還要多轉移銀行度，佢要做股市分析、期貨分析，佢還可以多轉移做條路。哇！安尼有聽冇？有聽。唔過佢喺講轉移，唔過佢天咯嘅美同就冇強用嘅啊，佢用想辦法克服啊！想辦法克服。有線上都有人教我嘅。哎呦！要談到嘅請沙皮嘅味道冇有冇？預備。真見當厲害啦！其實佢哋實際上反正係天都會轉上啊，有問題按不得，但係天發來我就嚟解決啦，就做咩咧？好真勁，嗰種啱談起來吼1點鐘嘅節目人可以嚟就點哦，其實青島嘅人哦，大家人就無強嘅故事無強嘅困難。你看，如果你嘅困難，你各種嘅事情好點就做到看唔到。你像你講嘅朋友有冇？你看佢一路下來，其實係真優秀嘅人，喺銀行上班，吼，都真厲害嘅感覺有冇？你看佢好點看唔到，佢真係對佢嘅打擊也係真大。好，唔過我相信玉凡其實也知道成長青島，係啊，真嘅收穫很多哈。真嘅，像家下講嘅時豐嘅故事，捱到我同研究，佢入來沒有幾下年嘅時間，我哋一路看到佢嘅成長，佢長以來家下當然就係較無安熟，佢差當多，一下佢可能要轉去銀行，咁音樂嗰係佢嘅副業，佢幾隻人快樂當多，當無窮樣，你都知道其實泰港人、大眾人只要尋到佢適合佢嘅事情，其實雖然看唔到，但是還係做行到當快樂當好。我自家都樂團咪係，因為音樂做得出去表演，其實咪。我知道自家，做得到一件事情做到
尽量留去做到当好，每次都当快乐当好。哈哈，唔但只系当快乐当好，哈，安样你就会给高中生写来嘅本意嘅字条，哈，100分。